新闻一开始，赶紧来关心到这台中大道沙电路二段专联公司有一大仓库，今下晡1点24分的时阵发生火灾，这火势烧甲正大，现场拢是乌烟。目前为止呢，还佫有5个人失去联络。这现场上盖新的情形，赶紧连续互咱台语台记者杨书静。是主播，记者人目前伫咧台中大道仓库的现场，这个仓库伫今日下晡1点半时发生火灾。台中消防局计共出动40台的消防车，佮有10台的救护车，加107位消防人员来现场救灾。火势伫下晡4点50时阵控制落来，到5点40，佮有6个人找无。目前天色已经暗落，也有照明的设备来到现场，要继续找调伫厂区的工人。来听拄则台中市长罗秀燕的访问。说他们今天调派的施工人员里面应该还有6位人士，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全力搜救当中，会连夜搜救，会连夜搜救。所以夜间的这个搜救器材这个都已经进来了哈。市政府表示，搜救行动会维持到暗时，因为火灾地点伫重要的车路、沙电路顶，呼吁民众尽量闪开这个路段，和消防人员全力救灾。导火原因要等明仔载温度较降温的时阵，才会入去现场调查。以上是记者尤淑晴伫现场上新的情形，即阵将镜头交转去给主播。